各位朋友仔，今期咧依然係沉浸式咁去帶大家睇到位於珠海情侶路上面嘅豪宅專梯入戶專屬嘅電梯口，135個平方嘅單位，一齊入嚟望一望。入嚟嘅左手邊就係你嘅廚房位置，廚房出到嚟一個餐廳位啦，呢邊係你嘅客廳。客廳呢邊咧係打通咗呢一間房，顯得特別大氣。嚟望望個景先啦，個景重要。哇，一片嘅海景，無遮擋海景啊！嗱，大家近過嚟感受下，呢邊係間書房嘅一個設計啦。咁呢度可以作為一個兒童房啦去使用嘅。跟住我哋睇翻呢一邊，左手邊作為一個長輩房去用啦，冇問題嘅。呢度樓下就係九洲港碼頭啦，呢度搭船返香港只需1個小時。呢邊係你嘅一個乾濕分離嘅廁所。最後睇翻你嘅主人房啦，主人房大陶瓷以及主人房都係望海景啊，正唔正呢？你可以選擇喺香港返工，跟住返呢度住，因為呢度坐船返香港只需要1粒鐘，就可以到香港嘅中港城碼頭啦。感興趣嘅街坊啦，評論區留言，羅資料。